99蚊包郵，支持本地退貨，延長換貨期限。電商各出奇招搶奪市場，令到網購喺香港成為熱潮。作為航空同航運樞紐，香港有良好嘅跨境貨物處理能力，簡單嘅清關流程以及高效嘅配送體系，眾多優勢吸引各大電商嚟到拓展業務。例如有企業喺機場建成400萬尺嘅大型智慧物流中心，採用自動化倉儲，每年可以增加170萬公噸空運貨量。亦都有知名電商先後開設5個營運中心，令到香港內地快遞量年增16倍，並透過香港市場推行全球售業務。為咗幫助中小企業跟上步伐，政府成立專責小組，推出電商易計劃，補貼企業拓展跨境電商業務。又舉辦香港好物節，將230個香港品牌、500幾款商品推廣到內地市場。電商發展蓬勃，把握機遇，打造跨境電商物流配送中心，香港可以迎嚟更多商機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